这就是9月中海巡人员伫外海渔船所查获的毒品，有海洛因、大麻等等，总重量高达718公斤，有高乌漆期待超过15亿。一旦流入市面，将提供250万人食毒，危害相当惊人。不过，这件渔船运动的案件，原本海巡接到证据是偷渡，结果因为渔船拒绝检查，加速逃走。经过6月1点钟，才顺利办查，找出毒品，逮捕船长加3名船员。船队了，这边3队，停船了。哇，水啊！停船，停船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真的，这什么？不知道啊。这叫大麻。大麻，找来这套，所有东西都可以清出来。查缉的过程呢，堪称戏剧性啊。我们原本是要抓偷渡人，那结果抓到毒品。那刚刚影片其实也播放得很清楚了，那就是它一个悬挂我国国旗的外国籍的船舶，那载运了这个毒品718.19公斤，那市值超过了将近新台币15亿元以上。那如果全数流入我国的社会，那可足供250万人次的来吸食。对此，市长吴依婷嘛前往海巡署台南查客队，感谢海巡人员的努力，为个人毒品的危害把关。这个偷运、走私毒品，而且很多都已经是成品，还有半成品，这些还有原料，这些如果流进来，危害之大啊！但是能够在外海查缉没有流进来，那造成这短期的效应一定是所谓毒品市场的价格会高涨了哈。但是这个长期效应来讲，就是对于心存侥幸的新鲜之徒能有遏阻的作用。干海巡署将不法渔船查获以后，专案报请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，并进一步追查源头。台南新闻军事采访报道。